大哥，约你出来喝酒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你好歹帮我出出主意啊！这和亲之日马上就要到了。你想让我帮你，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呀。我这，哎呀，大哥，还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亲呢。哎，你别笑话我。更何况，我跟他才是刚刚见面。这和亲嘛，是两朝之间极其重要之事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会同意。我们库容虽然四处征战，但我更希望南北两朝和平相处。只是无论如何我也说服不了自己，我还有想做的事情，不想这么早就被和亲束缚啊。那你到底想做些什么呀？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像昨天一样，做一个大侠。可我现在连江湖的门都没找到。不行！好，那既然这样呢，大哥就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虎啊，我知道一个江湖人处理江湖事的地方。江湖人的地方？哪儿啊，大哥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公主，就送到这里吧。玉大哥，以后你查案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就尽管来找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刑律司的一员。在下早已有心理准备，无论结局如何，我都会竭尽全力。此案危机重重，玉大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公主放心，只是现在事情会越来越危险，公主你千万不要被此事牵连其中。玉大哥，慎。
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找啊！是。哎呦，走。将军，王子上午说去找公主，下午差人去公主寝宫问去了，说王子和公主都不在宫里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子怕是已经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找啊！我们堂堂库容部的王子，竟然在南朝的京城走失了，这要传出去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？是。大哥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自己看。哇，大哥，这种地方在我们那边叫阿亚拉，翻译成你们的话，这叫做天堂。这跟你们库容的阿亚拉可不一样，这叫豪杰云集，内有乾坤。嘿，花姐，今晚就劳烦你带我兄弟领略江湖风采了。大哥，如此红颜，你可认识？请。走吧。请。
公主已经就寝了，各位请回吧。赫连王子不见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通禀公主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公主殿下，据我手下禀报，自从赫连王子与你一起出宫游玩之后，便再也没有回来。哦，他还没回来。王子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也许只是小王子一时贪玩，说不定过会儿就回来了。我手下人最后一次看见王子，就在王宫。若是人真的丢了，那便是你们南朝的责任了。双儿，你随我出宫一趟。是。大哥，上，免礼。大哥，等你好久了。经过金矿大战之后，不知道12宫的兄弟们怎么样了？金矿大战之后，12宫元气大伤，除了我们阎王殿和凌香坛健在，鲁班门、积煞阁和浮云堂均已覆灭。其他各宫公主不是在杀伐中丧命，就是去了隐士镇，从此告别了江湖纷争。去隐士镇躲避也好，这样就能逃过朝廷的追杀。你传言给隐士镇，叫他们再也不要出来抛头露面了。嗯。大哥，现在朝廷打压12宫越来越严重了，12宫在外面都快销声匿迹了，所以我们才要查清真相，替12宫洗清冤屈。这样兄弟们才能过上安宁的生活，也只有这样，他们才无需在隐士镇一直躲藏。约翰，你冒险进行律司这么久，究竟查出什么了？面的红党和黄党记录关于镇银案的信息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我发现这2个信息的背后都和杜兰初有关系。他给了我一封信，让我怀疑镇银案牵扯的还有另外一个人。还有谁？前任刑律司总捕头郁国璋，郁长风的父亲。郁长风？这封信是杜兰初交给我的，上面分明写着，父亲之死与郁国璋脱不开干系。我看信上的日期，恰好是父亲被杀的前几天。红党和黄党最大的不同在于阵营的数量明显不同。修改的人隐瞒信息，看来是不想让此案被追查。郁国璋究竟想干什么？到底是想刻意隐瞒，还是想和我父亲一起追查事情的真相？小姨，我们只要查清了这个，就离那个真相不远了。长风无耳，为父将外出越狱，处理一棘手大案。本与你商议带你备考刑律司，但现今看来，为父只能遥祝你榜上有名。近日见你偶感风寒，常有不适，为嘱咐府内厨子做了莲子羹与解寒之物，务必按时服用。无耳，为父一直以你为傲，望你能够凭借一己之力，成为国家栋梁之才。令
切勿与江湖人士交往甚密，江湖险恶，陷入其中，便万劫不复。玉大哥，玉大哥，你怎么又出宫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来行律寺后，赫连王子再没回过宫。不好，赫连王子如果在京城失踪的话，库容必然震怒。事关两朝和平，我立刻召集行律寺所有人。那我们兵分两路，一定要尽快找到他。走。这封信会不会有诈？我看未必。大哥，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线索，你们说哪个是真的，哪个又会是假的啊？大哥。可杜兰初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线索？我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。要不然我派人盯着杜甫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。且慢，我想杜兰初让我查此案，绝不是单单为了玉国璋的事情那么简单。现在看来，红党很有可能是杜兰初修改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有这2封信，他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那我要去告诉玉长风。小姨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吧？他不会相信我们的。没错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们不能冒险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这个人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见没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我30咋了？走。哎，对不起，傻迷糊。大人没找到，没找到，大人，大人没找到，大人没找到，没找到。大人没有，没有。有这么好的酒，又有花掌柜相伴，我真是不想回去啊！醉仙楼随时恭候赫连公子，赫连公子何时想来，何时来便是了。我倒是想呢。赫连公子，容奴家失陪片刻。好，好。什么事？主上，王宫大乱，说是库容来和亲的王子不见了，到处都在找他。王子叫什么名字？赫连阿依虎。赫连阿依虎。来。好嘞。这个人真会给我找麻烦。万不得，搜寻京城多处，均未发现赫连王子的身影。这都找遍整个京城了，他一个库容王子能去哪儿啊？库容的人都在王宫里，与赫连阿依虎相熟的人并不多，除了我玉大哥，也就是沈瑶。大哥说，花姐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你们江湖人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？花姐姐给我讲讲呗。赫连公子不也是江湖人士，何来你们我们？我初入江湖，这懂得自然没你们多了。大哥，聊得这么开心啊，都喝成这样了。大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跟花姐姐找你半天了。花姐姐，奴家比赫连公子虚长几岁。小弟与花姐姐这么投缘，老叫掌柜的，多生分呀！贤弟说的也是，
那多谢花姐姐这么善解人意了，也多谢今晚花姐能陪着我这个小兄弟。那我还得感谢沈公子呢，要不是沈公子对醉仙楼的照顾，遇到江湖豪杰都想着往醉仙楼来引荐，我哪有机会能见到赫连公子这般少年英雄？别开玩笑了。来。没有，没有的。你谁啊？你找死吧你！找死！啊，我月玲，你揪我耳朵干嘛呀？我揪的就是你，你不看看你什么身份，怎么出入于这种鱼龙之地？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？还有，别人都还好，都还躲着，哎，你倒好，你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儿？没有。怎么，还不够招摇啊？哎，我是看他在街上闲逛，怕他出事儿才带他来这儿的。对。人是你带来的，事是你办的，你还在这儿说什么？哎，你在这威武什么劲儿啊？哎，你拔刀干嘛？哎，你拔刀干什么呀？你再说一句。你干什么？你站住！花姐，他们平时也都这样吗？往哪跑？站住！玉大人，玉大人，公主跟沈大哥在醉仙楼打起来了。走，去醉仙楼。你为什么不躲？我知道你不会伤我。你少油嘴滑舌。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十二宫并没有盗取镇银，是被冤枉的。你别再骗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要找的人就是你，一直都是你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要是早说的话，我就不会再见到你了。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你别废话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邢律司和王宫有2份密档，记录镇银案的案情完全不一样，是有人篡改过的。只要你跟我回邢律司看一眼，你就知道，这个案子里面一定有内情。邢律司还有另外1份密档，你随我一看便知。那如果不像你说的那样呢？由你处置。我先让花姐把小王子藏起来。玉大人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您这是为何呀？我这小店可销售不。
我在行律司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竟然没发现还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一会儿你看到档案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这个镇银案竟然有这么大的漏洞，而且还有涂改痕迹。按照刑律司的规矩和我朝的律法，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。所以我才说，这个案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能够修改密档的人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也知道谁有这个资格。沈瑶，你为什么对镇银案这么执着？我进京城，就是为了查镇银案背后的真相。我进刑律司也是。我不相信我父亲和12宫的其他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只有找到真相，才能还12宫清白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不能放弃12宫不管。之前我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也不了解刑律司，所以我才对你隐瞒这些的。隐瞒？所以，沈家村是假的，乡下神探也是假的，所有的都是假的，就连你沈瑶这个名字也是假的，对吗？还有，你明明知道我在查12宫，你却藏在我身边，每天看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你到底拿我当什么？启禀大人，我们已经查过，公主没有来过刑律司。好，通知大家，继续找。是大人。这就是我的全部秘密了，今后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。你为何还放不下沈瑶？果然还是我大哥厉害，才这么一会儿就把他摆平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找打你？你干嘛？有大哥和花姐姐在这儿，我不怕你啊！揍你！万捕头，就别和小孩子计较了。你就是欠揍。他也没说错什么呀。
不许再说了。你还笑？今儿可美了。哎呀，我原谅你干嘛啊你？你别太过分啊！沈瑶，你骗了我这么久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但是你一个人承担了所有，也很辛苦吧？没有办法，天机12宫，我不能放弃，因为那是我爹的心血。我这么做是想替我爹伸冤。本来你不该知道这一切的，可我不想再骗你了。我希望你不要再这么辛苦了，不要一个人去承担所有。要知道，我在你身边，不要为了保护我而骗我。
莲儿一个人喝。父王，你这是何意？父王，儿臣求您推迟这次和亲。这种事情，你无需再说。朕爷暗未查清，我不能就这么走。而且哥哥不久前才受到孔明灯袭击，请父王给我时间查案。这不是你能决定的，查案自有玉长风等人前去。你看看你现在所作所为，哪儿有一点公主的样子？您只需要再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和沈瑶定能查清真相。短唇，你身为公主，任意妄为，搞得鸡犬不宁。凡事不顺心就使性子，到了苦荣，如何为南朝谋福祉？我下去吧，回宫好好思过。我们一起，你为兄长，我为12宫，一起找到真相吧。我只是不知道，我还有多少时间。会有的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让你能够留在南朝。沈瑶，您想留我，可是我的家人却不愿意再留我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秋姨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行旅司岂是你能随便进来的地方？我现在就站在这儿，玉大人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拿着。送你的生日礼物。
怎么，怕被别人看见啊？想不到堂堂玉总捕头，也有怕被别人发现的秘密啊！你来这里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还有这礼物，拿过去吧。你这儿有这么多礼物，都是别人送的吧？别人的礼物可以收，就我的不收。怎么？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很特别呀？嗯？梨汤的钱和帮助之恩，只要姑娘开口，我一定全力报答。玉大人，你别急呀，我刚刚送了你生日礼物，你可又欠了我一个人情。我刚好凑成了一个大人情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吧。玉大人，皇宫派人来叫您入宫。大人情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等我想好了，再来找你。玉大人，哎，秋姨，进来。玉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玉大人，刚才宫中来旨，现在让您进宫。备马，现在我即刻入宫。是。玉，众爱卿，今逢重阳佳节，大家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谢陛下。王子殿下，此酒乃我南朝佳酿，名为桃花醉，好酒，不妨多饮几杯啊！大人，来，小王也敬您一杯。请。陛下，我库容部已备了节礼，想送给王上陛下。和良王子备的什么奇物啊？库容周边游牧部落近日进贡了一匹宝马，我父惦念王上陛下，现已将宝马送进京城，以示两朝交好之谊。啊，好啊！现在宝马在何处啊？就在马场之上。哈哈哈！众爱卿，随朕一起去马场观马吧。臣遵旨。
此马还是由我库容领回去吧，以免伤了南朝的勇士，伤了两朝的情谊。哼！父王，儿臣想要一试。父王，公主殿下，您若是上了，那咱们南朝可就再也没有人能降服此马了。岳长风，微臣在。历来行律司总捕单骑，南朝众人皆知。玉总捕头可愿一试？微臣领旨。此马如此焦躁，一定是项龙刚才有意惊吓导致。玉大哥，向龙大哥，你快上去把马给驯服了呀！哎，此马既然送给了南朝，那自然由南朝人自己来驯服。